随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6页，解说甲正文第26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就是解说甲静无形象，曲入正相，言是功夫。即嘛应该呢，就是爱来说了解说一面。一面就是作此见者，将自本性，曲必正薄。现的实，若修不当者，但见一切人事，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犯，却是自性不当。现的实。每人心随不动，开口辩说，他人是非中断好恶，依道违背，若着心着情，即种道也。即嘛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这个所在，六祖大师啊，说明坐禅。迄个时阵啊，要应该安怎样来去甲用心？对于这个坐禅的用心呢，六祖慧能大师叫咱要坐禅呢，袂使你着心，袂使你着情，袂使你啊着在迄个不动的所在。所以在坐禅品这个开始。慧能大师就讲：此门坐禅，原不着心，也不着情，也不是不动。对于这个着，在敦煌本是写讲看，看应该都是用个智慧的关照。对于看甲着有连带关系啊！我在前面已经甲咱讲起真正清楚。为什么教咱呢？毋通来着心呢？因为咱平常拢讲坐禅，就是要来修咱的心。结果呢，就想起讲有一个心啊，好互咱来甲伊修；有一个心呢，好互咱来甲伊制服。其实啊，这就是一种的希望的分别心。所以呢，毋通啊起一个心，执着在迄个心的所在。坐禅，咱拢讲就是要来清净咱的自性，但是这个自性啊，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是清净物件。你起一个心，要来思维清净，要来收回清净。安尼就变成一种的静妄，变成了入一个静相，所以呢，也袂使你啊着静。也坐禅，咱总以为讲啊，既然是坐禅，禅定嘛，定就是不动啊。那以为讲坐禅就是要使身心不动，也哪呢就变成起了一种的。动或者是讲不动的分别，在坐时阵就不动啦，在无坐时阵就动啦，变成有这个动或者是讲不动的分别，这呢也是一种的分别妄念。在演家大师正道歌就讲：行亦禅，坐亦禅。
意灭动静体安然，就是讲心呢，无着在任何一个所在，会当使这个心会当好来安然，那这才叫做禅。所以呢，袂使你着在迄个不动的所在，就是讲爱超越了动不动。超越了动不动迄个所在咧，才有自性的泰然不动的本体伫遐。所以这禅实在是毋是一个真容易的代志。咱将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解说，咱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在前面则讲静。本来是无形象，也咱呢立一个迄个正相，以为讲这就是功夫。作出见解呢是种自本性，却必精博。讲若是有即款的见解，安尼叫做作出见。加上讲若是有即款的见解呢，就障碍了自己的本性。结果呢？就是去互迄个情所迫，因为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物件。这个清净的自性，你袂使你搁再起一个心讲我要来修，要来清净这个自性，因为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物件。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物件，你立一个正相。以为讲我这就是一个功夫，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妄念来去障碍着你的本性。要怎样障碍呢？就是互这个功夫所给障碍。安尼呢，就是去互迄个正的相所给你搏，却比正搏，这个正就是正相。讲安尼结果呢，就是去互你的正相所给你下搏了。这就不对。一边先知是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事，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先知是讲到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呢，又搁再叫一声讲先知是啦。讲假如呢？若是来修这个不动呢，就应该呢看到所有的人，迄个时阵，无看到人的是非善恶过患，那这呢就是咱的自性的不动。伫遮所谓叫做讲做不动，是伫指啥物呢？就是伫指咱的自性的不动，免安怎样才会当到达这个自性的不动呢？慧能大师呢，对这个自性不动真正深的理用咱一般在社会伫咧待人接物的生活中呢，来甲咱说明出来。所以，从上面咱来研究六祖慧能大师的六祖断经咱可以了解六祖慧能大师伊本身所悟境界是非常的悬，非常的深。所以讲到迄个禅真正深的境界呢，咱实是真正无容易甲体会。不过六祖慧能大师伊六祖断经的特色，就是讲。真正深的迄个禅的境界乃是以伊日常的生活来去说明，爱咱呢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来去修，来去体验。所以修不动，那不动就是禅定咯。修不动是怎样修呢？修这个不动并不是讲叫你这个心。参像石头，参像插头呢，心呢拢无震动，毋是这个意思。
咱是啊，你看到所有的人迄个时阵，虽然是讲看到人，确实呢无看到迄个人伊的是非啦、善恶，或者是讲过犯。这呢就是自性不动。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咱目睭闭紧，咱呢会当看到足侪人，但是看到足侪人，虽然是讲咱知影讲啊，有真正侪人，比如讲咱来去迄个闹市的所在，台北上界闹热，就是较早讲起来是西门町啦。现在是毋是西门町是不一定咯，可能咱是迄个所在上闹热。那你去到迄个所在啊，哇，迄人实非常的多，甲伊形容讲人啊，袂输狗遐共款。也遐尼真侪人伫咧走动中，虽然是你真正清楚知影讲有真正侪人伫咧，但你无搁再进一步去甲伊去分别，无去分别是非。善恶过犯，那就是讲你无去分别妄念，迄个所在啊，就是会当好修不动的自性，使你的心呢安住在迄个不动的自性的所在。但讲起来啊，是真简单，要做起来真无容易，尤其是人甲人的中间的问题，最不容易。叫你讲，你对物件莫分别，这较简单啦。因为物件有诶物件根本甲咱都无关系，你要甲分别啥物？你袂去遐关心，要甲分别。但是这人甲人诶接触就毋是安尼，尤其是人甲人诶中间，譬如讲咱平平生活在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个机关啊，变成讲彼此呢多多少少有迄个利害关系。在彼此多多少少有迄个利害关系中呢，对于咱所接触的人，可能变成特别敏感，所以叫做讲做是非。这个是就是讲对，非呢就是讲唔对。咱看到人的行动，就会去讲分别讲啊，某某人所做是对，也某某人所做的唔对。或者是讲啊，什么人讲话讲了对啦，什么人讲了唔对啦，这就是咱的目睭啊，看对方的人，随时呢，你去甲伊去分别，就有这个分别是非的心走出来。分别是非的心要走出来，结果呢，就是啊，咱的心就动了。因为你既然去分别，咱内心就是妄想，就动起来。这呢，摕一个譬如啊，就敢若亲像讲，迄个海水本来是静静静，也因为迄个风一个透，海水呢就加出迄个波浪共款。这名叫做境界风。有这个境界风，所以本来呢是一个淡然不动的自性啊，就将这个淡然不动的自性中呢，就引发妄想的波浪走出来。咱这个妄想心嘛，敢若亲像迄个波浪共款。波浪就是讲迄个海涌。伊记得我过去呢，嘛捌讲起我坐禅，就是讲在坐时阵迄个心理的反应。那坐落时阵呢，当然咱坐落，咱心就较静咯。但心静忽然间呢，一个妄念走起来，敢若像一个人扑一个，对咱心肝跳出来共款。一个妄念走起来，敢若像讲迄个海水呢，一个足大个走起来共款。这就是因为心真静迄个所在，都即款的感觉。但这呢，只会使咧甲伊讲是坐迄当时阵的心理反应，也谈不上讲这名叫做功夫。所以咱看到外面的境界，读外面的境界，分别外面的境界，就引起了内心的妄念。或者是咱看人的时阵啊，这个是好人，名叫做讲善；迄个是歹人，就名叫做讲恶。
对人呢去甲伊分别善，或者是讲分别恶。也某人毋对啦，这就是过犯啦。对人的是啊、非啊、善恶啦，或者是过犯等等，若是咱一般的凡夫众生呢，拢会起心甲伊分别。咱看所有的人，虽然是有看到伊的人，但是无看到伊的是非善恶过犯，这呢就是一种的自性不动。所以在前面慧能大师来讲咱会当好无看到别人的过失啦，安尼呢已经就接近于佛道啦。咱就在学过修行的人，在咱日常生活咱所接触的人，咱会当安尼来去修，就会当好得到禅的不同的自性。禅的体就是不同的自性的本体。对于禅的本体就是不同自性的本体这个道理，在楞严经内底甲咱讲起真正清楚。修楞严大定就是自性的本定，就是讲咱众生的佛性本来呢就是不同的。那这个不同之体呢，就是禅的本体。因此，咱要来修禅的功夫呢，并无需要讲咱的心。叫讲像咧插头、像咧石头呢，拢无叮当，并无需要。因为咱的自性本来就是不同的呀。那既然本来就是不同的，只要你莫去动念妄想，就是恢复了不同的本体啊。就像讲迄个海里的海水，若是无风甲伊吹，迄个海水静无咧叮当啊。无咧叮当，迄就是海水的静相。也叮当呢，迄是海水的动向。为什么它会叮当？有外面的风，所以这个海水的叮当，这是一种被动的。咱心呢，唔通去被动，唔通受到外面环境的诱引啦、刺激啦，要来去动摇。这就是咱修禅的功夫。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虽然呢，在理方面讲起真深，在下功夫方面呢，确实将咱日常应用实际修行中呢，可能来去解体验。一面善知识，每人心随不动，开口辩说他人是非，中断好恶，以道为备。慧能大师讲到这个所在，搁再叫一声善知识，讲善知识啦。讲这个迷人心呢，虽然是不动，为什么搁再讲心不动呢？这就是因为伊迷啦，也身躯呢，伫迄所在坐禅，早时坐，下晡时坐，暗时坐。规身躯呢拢坐甲无叮当，这就是心呢是不动。但心虽然是不动开口呢就讲别人的是非中断好恶，也哪呢？就是以道为备，就甲佛道呢相违背。慧能大师这几句话可以讲就是一针见血。咱讲一针见血呢，有真正这修行人，将修行甲生活给拆开去了。修行就是修行，生活就是生活。未晓体会讲，修行就在生活中。那安怎叫做讲做修行甲生活拆开去？安怎叫做讲做修行就在生活中呢？可以讲是绝大多数的人，拢是将修行甲生活给拆开。安怎讲修行生活拆开呢？以为讲我伫咧课上迄个时间才是修行，我点点坐伫遐念佛，迄才是修行。点点一大殿伫咧拜佛，迄才是修行。
点点伫遐坐禅才是修行。好啦，咱自己会当好课上来讲，早是1点钟，下晡是1点钟，上计是2点钟。那以为讲咱伫咧课上，这就是修行。啊，课上以外都毋是修行。也那呢，就参悟慧能大师伫遮所讲的。虽然伫咧课上的时阵，咱规规矩矩伫遐课上，毋过课上一个山呢，可能啊随时即个喙严啦，就讲迄个好，即个歹啊，讲人的即个是非中断好恶，或者是讲。以为讲念佛就是修行，念佛以外毋是修行啦。啊，才定一个功课来去念佛。哇，认真念无，拍拼念无，念个啥，念珠囥了，哇，大海啊！又是搁咧讲人的是非啊。啊是讲坐禅，以为讲坐禅是修行，啊坐禅以外时间就是放假啦。所以坐1点钟、2点钟，哇，实在是咧坐禅，凡是已经咧打梦想，已经咧想讲啊，某人对我安怎，某人是安怎。已经想起了真正侪是非，但在迄个坐禅中呢，袂使咧讲啊，哇，结伫迄个心肝底啊，已经甲脑壳都要走出来，讲袂出来，袂当讲出来，毋是讲袂出来，袂当讲出来。一旦呢，即马一个无坐禅，哇，又是个是非一大堆，那安尼呢就变成讲修行甲坐禅，甲即个日常生活变成分开啦。这就是遮所讲的迷人心，虽然是不动啊，但是这个开喙就讲人的是非啦、长短啦、好歹，安尼就是甲道呢相违背。咱伫咧学佛修行，最重要就是讲日常的生活就是修行。只要是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啊，所甲咱启示，虽然无真明白。甲咱讲日常生活就是修行，毋过呢，伫遮所讲即几句话呢，正正都是这个意思。若是悟的人呢，心虽然是动来讲，开口也袂讲人的是非中断好恶，安尼就是甲佛道呢相符合。所以，将叫做慧能大师的。甚至是别人心虽不动，开口辩说他人是非，中断好恶，意道违背。这个啊，咱讲换倒转来讲善知识啦，讲悟人啊，心虽动，开口呢不说他人是非，中断好恶，意道相符，安尼就对了。就是讲，若是一个悟的人。一个有了解道理的人，伊身躯虽然是咧震动，就是讲伊毋是点点坐伫迄个所在，或者是伊伫咧工作啦，或者是伊伫咧办公啦，或者是伊伫咧甲人接洽代志，甲人讲话啦。但是伊讲出去的话啊，绝对袂去讲人的是非，袂去讲人的对毋对。中断就是讲啥物人有中处。短就是讲短处，什么人有伊的短处，有缺点；什么人有伊的中处，就是讲有伊的好的所在，要去讲这，也别去讲什么人是好啦，什么人是歹，拢别去讲。你安尼呢，当然呢，就是啊，甲这个佛道呢就会符合。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呢，会当好来修行。也都是将这修行的功夫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一再强调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呢，乃是爱咱在日常生活中来去修，并毋是讲敢若局限在迄个坐所在。当然啦，咱初特别学功夫的时阵，可能无法度行住坐卧皆是禅，要哪来要安怎样呢？当然啦，就必须先依照坐禅的方法来去调心、调心、调息，安尼啊来去好好去用功。用功到你坐时阵，会当好心不动，
这时阵呢，会去掉你的是非心、妄想心、分别心。进一步，在无这迄个时阵，也是共款啦，会当好去掉了人我是非中断、好恶等等，使你的心无分别，会当好安住在淡然不动的自性，安尼就是修禅的成功。最近先听讲，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或者佫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